哎，马上就转来看一个，上无愿意面对的真实。亚洲武语状况，其实讲吼，亚洲的武语状况吼，较歹讲，但是伊就是保存较好的意思。因为每一种武语，这是中国的现况。吼，迄是安怎来的？即摆状况，每一个武语，迄是本来几百年、几千年的状况，本来就是安尼，所以才有声甲声我毋知影声响所的迄个名是毋是安尼来的啦，但是就是安尼，才有汉化的迄个过程，佮有汉化每一个无共款的一道摊开的迄个导言，足侪款的，而且佮无共款的中心。即马要来咱来讲亚洲，就爱先讲中国。嘿，你爱先甲心内一个坎站跳过，迄个坎站就是中国。你有读中国史无？咱来背看觅啊，朝代好啊。第一个皇帝嘛，迄个三皇五帝吼。我即摆咧考刘君峰咧中国史吼，三皇五帝，但是这最重要为虾米？爱知影讲，我即摆讲的是对虾米落来的一条，嘿，迄个一条，毋是每一个所在拢有诶。欧洲有，欧洲有啥物所在？罗马帝国落来一条，罗马帝国佫有位头前会当位游个倒位，会当通个倒位，通去腓尼基，迄一条就长诶。到啥物？到英国，你即摆英文内面有一半佫加是啥物？是内面有少欣赏法国的文化，所以少做者法国的事。搁有感觉讲爱有一个中庸的会当外客，会当客因食饭。做者宗教嘛是对遐来的一个文化的依存中心，迄是倒位？罗马嘛。罗马用罗马字啊，无啦，拉丁文，因为文会留落来，等下像你知影，三皇五帝夏商周，过来是啥物？春秋战国、清朝、汉朝、清朝做啥物？清朝、秦。好，我毋知影讲，我随便讲吼，我无准备哦，我无遐够诶，无遐够法度准备这准备痛苦诶。以前是趁钱诶时阵咧准备，即摆无咧趁钱，无爱准备啊。夏商周过来，周就爱切两半诶时阵，就是头一半是啥物？头一半是西周，西周是倒位？西周是中安遐，是夹西，嗯，夹西啦。安尼先安尼讲，夹西遐是啥物？河洛，河洛诶河洛遐东东周是倒位？中原，嘿，迄是倒位？洛阳啊，啥物诶？所以讲吼，中国你要讲中有啦，中央有两镇上重要诶。一开始东边甲西边就是河洛甲中原，等于一关，安尼南边甲北边你拢知吼，南京甲北京啦吼。南京北京较晏是南京北京，本来是啥物？河洛中原，所以讲河洛甲悬的时阵，
嘿，是西酒，后来是东酒，东酒甲西酒，你即马去想看觅，好南甲夹西，即两阵人，你有想看觅过，因诶无共无？你即马会问会着啊！你去网络观顶着问会着啊！因有啥物物件是因诶一个庄内面千年传落来，迄内面诶幼幼啊，就会当斗做一个，去斗做一个差不多诶形，去想看觅啊，是毋是迄阵有啥物物件留伫即个内面？啊，搁去找，哎哟，咱才想，搁来找一寡科学诶证据来支持你诶理论，迄就是语言学诶研究咧做诶代志。历史学诶研究嘛是安尼做，会来做安尼做啦。所以讲，历史学、历史语言学就安尼出现啦，所以讲，中央研究院伊有啥物书记所，我是真爱做因咧做迄个代志啦。但是呢，我即摆来讲较简单诶。嘿，我拄则讲迄物葫芦中原，一罐，毋是安尼啊，安尼，哎哟，熟诶，袂使，边边飘，袂使，来，小诶，哎哟，即个袂使，即个真正好啊，即只边。这高中诶时阵，家己听诶，本来内面佫会啾安尼叫，好，跟你讲哦，拄则讲着好咯，中原，哎哟，中原哪遮大？好咯，中原，中原较大，好咯，中原，安尼，你有关有价嘛？你其他所在就要插啊？毋是啊，拄则讲着诶，迄个葫芦甲中原两个有差别，就是因为迄京都京，迄北京诶京都有咧变。京都毋是讲迄日本迄个吼，即摆咧讲中国吼，中国史诶中国，传统中国，好无？好，来，好咯，中原，哦，哪搞咧，哪叫咧？哎哟，台湾拢有。呃，京都诶，因咧讲诶话就是雅言，即两个音听起来就是雅言啦。每一个时代讲诶拢无共款，就是有上古汉语，就是标准上古上古标准汉语伫倒位？汉调诶伫倒位？妮，你好。汉朝诶迄个时阵，你会当想讲文字但是文字伊咧做比这较早，是毋是就是因两阵，因当年拍袂了。这较晚，这较远这是啥物？葫芦较远一开始是伫遮夏商周是伫遮对来遮，过来遮你去问历史诶，我是替学生。你要较幼诶，较幼诶一寡资讯知识，你爱问历史诶专家。但是呢，我知影就是夏商周就是即两阵内面咧管家。西周是倒位？西周倒位？就过来遮较我遮就是遮到我遮一点啊。遮到我遮一点啊，袂我来遮啦，清朝才是遮啦，搁伫遮啦，是西周、东周，东周是安怎？东周后来安怎？到啥物？
这到上悬啊，雨落到上悬啊，雨落到上悬，才有迄个咸阳、咸阳。哦，讲这实在是种袂晓，咸阳，迄是啥？迄是上西边，西边诶，上西边，上西边是啥物？雨落是上西边诶，你有安尼想过无？雨落是春秋诶时阵诶上西边诶，所以讲，咱即马过是啥物？汉化诶上南边一阵，上东南边诶一阵。吼，永远拢是上边边啊，迄个想遮诶有诶无诶代志。所以清朝诶人开始安怎统一大家，就想有诶无诶啊，大家都好好啊，为虾米要统一大家？从边边诶人咧想迄有诶无诶，啊，甲大家拢看起来，看过来看过来啊，人做伙，啊，拢我上对啊，字要用共款诶，用我诶字，知无？小篆，迄个时阵才开始变做全国性诶迄字。到汉朝才个是悬诶，就是讲东汉就才起来字。东平为虾米东平？伊东平嘛，东汉东平，西汉西平。哦，这可能是国史大纲内面会当看到诶。但是我要讲诶，就是即个行倒会换，所以伊诶标准会换。中国诶，上古诶是一部分爱看，但是咱即马证据伤少。但是伫个闽南语内面有足侪上古诶形，有一种是片母音，诶字，打一个字诶动词，拄、当、当、吐，哪会遮济？插、位、软。我有做一个表，足济动词诶吼，二三十个，迄个动作拢最幼诶，迄拢是一个字，诶动词伫咧上古汉语，当然一开始就是一个字啊，一个字，一开始就一个字，就是字甲音足近诶，一个动作一个字，一个动作一个字。迄是上古诶表现吼，上古诶文章内面嘛是安尼呈现诶。但是到中国咧，中国就是三国你有算过无？三国志，了后就是啥物？五胡乱华，五胡乱华，啥物？鲜卑、匈奴、羌、之、结。我乱讲，随便乱讲。好，五胡，我后来去查，佮做了一个地图，互恁看足好笑诶。我甲遐因为即马网络足方便诶，咱会当知影全世界诶代志。所以讲，咱即马会当知影鲜卑后来变啥物啊？匈奴后来变啥物啊？真正会当知影。契丹后来变啥物？迄个图我写，我画了袂歹，我甲你讲歹吼，来互恁看，那就伫遮。无，才有诗诗了后才来列读好就好啊。伫倒位啊？足好笑诶，就是原来好，我先讲契丹，若像就是托鲁国，后来有托鲁国诶成分，甲回合、回合、啥？回回是波斯当朝时阵是波斯，后来尊格尔遐回回是啥？托鲁国诶一部分，所以讲要转来亚洲，
大概讲到即两阵，拄则讲到秦汉，过来啥物三国，三国过来五胡，五胡乱华，五胡就是有一大部分拢变伊斯兰，所以你爱先知影讲即卖伊斯兰。五胡乱华诶时阵，就拄着一大半啦，嘿啦。你想看觅？我用华语讲吼，安禄山伊啥物人？波斯人。高丽是啥物人？朝鲜人。你边仔找拢找会着啦，边仔诶国家你找拢找会着啦。好啦，迄个啥物匈奴，敢像甲蒙古较有关系？啊，鲜卑甲啥物有关系？甲鲜卑伫遮，等即个吼，我即摆画一个中国，中国吼，鲜卑伫遮，吐鲁国伫遮，啊袂，鲜卑伫遮，迄个匈奴伫遮，吼，啊，才有，这是一个，这是两个字，你看着无？拢是两个字哦。鲁丁，鲁丁是后来，鲜卑后来有鲁丁，匈奴后来有蒙古，契丹后来有契丹甲突厥，吼，迄拢有关系，迄彼此拢有关系哦，有关系，但是无一定，就是一定安尼，就若像讲泉州甲漳州甲台湾有绝对诶关系无？就是遐复杂，所以讲。莫安尼遐简单去想，啥物就是啥物，啥物就是啥物。安尼台湾就是泉州甲漳州诶人嘛，无啦，嘛有人着一寡啥物，食着一寡啥物，嘛有人是厦门来诶，有人是金门来诶，有人是东安来诶，有人是啥物来诶，安溪来诶，嘿。啊，伊们跟金有伊家己是安溪人，甲迄是泉州市区诶无共款。就是遐复杂，你遮拢会知遐复杂啦，遐哪有可能袂复杂？所以讲爱用一种传统来讲中国遮附近诶代志，吼，你才会知影讲，我即马讲诶母语已经是诚大诶，让诚大诶一个位出来，互大家好做代志啊，吼。过来讲着中国。中国你就会对，中国就会当游过去伊斯兰世界啊，因为中国诶时阵唐朝诶时阵，甲啥物国家有拍过？阿拉伯拍过，迄大食王国，大食帝国，啥物阿拉伯，伊诶伊斯兰帝国。后来奥特曼啥物？奥特曼毋是最大诶，土耳其，迄是啥物人？土鲁国是突厥，土耳其是突厥，嘿。阿拉伯伊有啥物？伊有来泉州，伊有来南洋，吼，波斯一直拢伫咧遐，唐朝一大堆人，阿富汗。就是波斯诶一部分，波斯诶一种，阿富汗内面足济，讲波斯语诶人，而且塔吉克，吼，中亚有5个，我用华语讲哦，哈萨克、乌兹别克、吉尔吉斯、土库曼、塔吉克，塔吉克毋是只是诶突厥，毋是只是咧甲吐鲁国较近诶。即世拢甲吐鲁国较近哦，即个甲波斯较近哦，嘿，所以讲中亚甲中东拢是伊斯兰世界，但是会当粗分三阵：波斯、突厥甲阿拉伯。搁有一阵是啥物？南洋诶南岛啊。
啊无马来西亚是姓啥？嘿，啊，即个南岛，我拄则还袂讲了诶，这是啥物？外口诶世界，外口诶世界会当粗分几种，即几种拢是伊斯兰，你有发现过无？有发现无？咱诶厝边是伊斯兰，咱捌去插，捌去熟悉，是毋是足严重诶？我感觉啦，好，过来转来吼，来先转来熟悉内面诶吼，内面啥物？我搁下骹搁写，行倒了后，我行倒有悬有鸡，有悬有鸡，有悬有鸡，吼，有悬有鸡了后啊，搁有几个城市，好，江南诶话真济，礼拜咱诶华语。华南华语，我感觉讲有华南华语啦吼，江南华语嘛是会使啦，因遐有家己诶华语，所以讲张爱玲、白先勇，因讲诶差不多拢是即种诶，因写诶著是即种诶。华南诶华语，南京为中心，但是无一定会做首都，若像巴黎遐大诶首都，巴黎，若像巴黎遐大诶首都，可能是柏林遐大诶尔，柏林遐大诶尔。你若是毋知我咧讲啥，去问知影欧洲诶人，吼，巴黎甲柏林，啥物无共款？因做首都啥物无共款吼？好，迄个南京做一个首都，就若像柏林共款，边仔可能有搁大诶城市，较大诶城市。较大啊，足大诶城市，但是北京做首都，就若像巴黎共款，巴黎就是敢若伊一个大，其他诶拢足细，边仔诶拢足细，嘿，城市甲城市就是我来讲南京诶种状况好啊，因为咱甲南京较近，南京诶即个甲德国较像诶即个状况，就是伊边仔有上海，上海嘛是城市。上海有上海诶官话无？我毋知。江苏有江苏诶官话，福建有福建诶官话，浙江有浙江诶官话，你知无？所以讲哦，斯卡罗内面上做无好诶，就是迄项。我有正常讲过吼，敢若即项无做好，就是福建来官、安徽来官，讲因遐诶官话，官是官话，平民是平民诶白话吼。所以讲，庄脚会讲啥物？地方话、土话，就若像讲，上海其实上海讲诶吴语就是即种土话啊。因会讲迄是上海话，北京才会讲家己诶话是土话，因为北京话即个名互客用走去啊。北京人讲因家己摕地方话是北京土话，我听北京人讲诶啦，无你免怎？对啦，听北中高中生讲诶啦，高中生就是迄在地啦吼，在地人讲土话足紧，我听起来就安尼。因听阮讲话嘛是，嘿，所以讲迄是庄脚，吼，城乡，所以讲台湾做一个城市，也是台北做一个城市，本来应该是台北做一个城市啦。但是为虾米全台湾拢无电话啊？啊是咱变做别人诶电话啊？啊是咱变做别人诶首都啊？啊是咱安怎？毋知啦，咱诶语言计划是啥啦？政策是啥啦？好啦，咱无啊，咱有一个爱注意诶问题，就是自治区诶问题，迄是民族语，因为迄甲汉语相远诶，迄著有民族语诶问题。一开始讲诶苗族就是一开始因要家己，因为家己自治，因要甲汉族无共款，要甲汉人无共款。这是毋是民国开始才有诶即种讲法，个有法度去确定啦、较确认啦？但是我即马讲诶民族语。苗族到即马较呾，因是伫咧越南、伫咧辽国、伫咧边仔迄南边诶几个国家拢有苗族，因讲诶话会当互相会当通哦。有三个会互通诶，就像咱两花相甲相通，台湾敢若会当甲厦门通啦，足可怜诶。所以讲莫看台湾，看内面有，内面有感觉较适当。
甲因讲福建话诶人通。福建话诶人伫倒位？福建人伫北人，北人有，搁有倒位有？我毋知。新加坡诶腔我毋知因诶福建人有济无？因讲福建话，所以讲因是英国殖民过诶，因诶英语就会当直接起来用。所以讲闽南语即三个字有英语无？有，就是福建，福建。Hokkien，因为英国殖民过诶，讲即个话诶，因甲英国人讲。因讲诶话叫做福建，英国人就甲福建即个字创造出来，互因用。咱就直接因为伊甲因拢讲共款诶话，差不多诶话，福建话就是咱诶闽南语，咱就甲福建起来用。所以讲闽南语就是福建，知无？所以台湾闽南语叫做 Taiwanese Hokkien， 知无？Wikipedia 原定诶是安尼理解吼，爱安尼理解，免去创造一个闽南语、闽南佮摕北方诶话来用，你毋知影，袂晓北方诶话，袂晓华语，佮毋知影闽南是啥物，但是你晓英语，英语内面有一个因咧统治新加坡甲马来西亚诶时阵，就创造出来诶福建会当用吼，你就叫伊福建。闽南语就是福建，台湾闽南语就是台湾语是福建。你要叫伊台湾语是随便你啦，因为嘛有台湾语是客家跟台湾语是 a lot of Taiwanese Taiwanese languages, including Taiwanese Hokkien and Taiwanese Hakka. Okay, that's quite simple to understand, to make other understand. 安尼较简单互甲大家拢有法度理解，因为荷鲁摩沙迄已经伫咧外国人先来台湾的时阵，互原住民用啊，莫去抢，吼，咱是客人的名，做一个真公营的自我认同，但是莫去抢 ，You're Formosan， 这是因的字，这是咧讲南岛民族的字。Austronesian Formosans，OK， 南岛民族的荷鲁摩沙籍人，吼，因讲的话就是 Formosan，They speak Formosan. They live in Taiwan because they were called Formosan hundreds of years ago. Okay, understand? 过来，咱就来注意到这安尼汉字文化，迄因是不是汉字文化课啊？汉字文化课啊，圆课啊，汉字文化圆课啊，一个中心，过来变大，迄两个字会出现啊，仙比啊、鲁丁啊、什蒙古会出现啊，了后因拢毋是汉字文化迄课啊，但是因诶物件人入来啊，互汉，因毋是伊甲咱保持迄个一个距离啊，吼，一个保持一段路。保持一段路，莫甲咱烧到阵，就是会传物件入来，迄就是中国汉语，足济迄两个字，若像讲蝴蝶，迄个蝴蝶有传入来哦，但是咱会用无？用业诶，客人无用，因甲人讲甲用业诶，吼，台湾诶啦，吼，因无用即个词，等下就餐饮，咱有用蜻蜓即个词无？嘛无，所以讲南平诶，因家己有家己，阮南平诶，阮家己有家己讲法诶，这是因为阮无去吸收讲中国迄当阵北方因甲迄两个字诶民族接触，吸收着迄两个字诶动物
食物甲人物件，动物食物物件，个代志，毋知代志有，应该是有啦。吼，嘿，我拄仔记诶迄个就是吼，田个蝴蝶有，搁有啥？家蛇无啊？讲家蛇就家蛇，家蛇甲蟑螂一点仔关系拢无，家走佮无关系。哪会拢有家？迄是毋是甲南方诶人关系？迄着爱顶到啥物所在？五甲月，吴越，若是这是一个中国过来个话啊吼，北方诶足济吼，迄个算袂了，伤远啊，毋爱去插，咱上南边诶就好啊，南边爱插诶啥物？五甲月下骹是啥物？下骹就是安尼，生炭甲五甲月，安尼五爱先生出啥？铁工算五一种无？那像是吼，嘿，先生出啥物？万啊，万难的万啊，吼五甲月先生出万难。万东、万南、万中、万北，万，佮生出啥物？月，迄个月是月语诶月，广东诶迄阵啊，过来，越南，越南，越南诶意思是越诶南边诶越，就是南越诶意思。南越用因家己诶词诶顺序，你知影我讲啥无？越南诶意思就是因为因诶形容词放在后面，所以讲要转来汉语内面就是越南越南，意思就是迄个南就是南边诶越，吼，就是南越国啊，就是南越因家己诶顺序讲法。名出现了我毋知，但是理解是安尼，因为搁较早，有对头前去推出较头前诶代志，搁有啥物安南啊，搁有三国，搁会当分三地。就歹理解咱就台湾史共款，就歹理解真歹插啊。安尼你就去想讲。清华、顺化、中华安尼，迄上南边啊啦，就是咱即地，咱即两地上南边啊吼。所以讲五甲月生出五万月南五五万月南，但是客家名出现呢？就是因为无一个县啊，才有江苏、浙江，甲遮济两个，才有福建一个，才有广东一个，遮有家己诶国家，安尼中一阵，伫咧江西，江西。就歹听。江西、福建、广东中诶迄迄位，迄搭名喏，迄搭拄啊好有一群人，甲畲族、少族可能安尼做伙，可能是共一阵，有一边汉化去啊，变做啥？倒一个县？毋是江西人，毋是福建人。毋是广东人，无算广东人，无算福建人。福建诶西边，广东诶东边，江西诶南边，还没有叫啥？还是共一阵诶。因着安尼想，就出现了客家。好，安尼你想看觅，
咱甲迄个澳洲诶咧有啥物无共？遮都有写着，伊是用一寡科学性诶文献来比较啦吼，有啥物成熟啊、少数、古老、少年、文理化、无文理，这一寡即个母语计划内面甲迄个伊诶地位有关系诶决定性因素，但是澳洲、中亚、伊斯兰世界，就是一神教世界，因会讲着诶是即个字 secular and secular， 神性甲世俗，但是咱会讲着诶是都市、城市甲庄脚城市城乡是我遮无可能是 urban 甲vernacular 互统治者可能是governmental and vernacular whatever 官话，因为官话就是统治话，统治中心的话，才有葫芦话，才有中原音。东方是安尼，西方东方是governmental and vernacular， 西方是 sacred and secular。安尼诶分野知影了后，才有法度做计划甲政策诶推扫。好，先讲到遮，1点钟过啊，这有够复杂诶，因为这就是我要做诶上中心诶一个研究主题，这是上困难诶代志，这是台湾即马大家拢超袂好诶。甲家己囥喺即个所在，才上有路用。好，安尼我先讲到遮吼。若是以后会当甲代志讲啊较简单诶，我会尽量啦，我尽量准备较较对着。好，我先讲到遮，安尼再见。